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師古井。咁今日井仔咧就唔係去到羅湖啊，咁今日井仔咧就嚟到蓮塘呢度咧，咁啊去享受正骨服務啊。嗱，咁呢度咧大家睇到啦，3個師傅都喺晒度啊。咁啊，今日井仔咧就去領教一下佢哋嘅手勢，咁啊去享受一下咧佢哋嘅正骨，同埋大家可以睇到咧好特別啊！呢一度咧係連女師傅都有嘅。咁啊，如果你係女觀眾又擔心嘅話咧，呢度有女師傅，咁啊啱啱好啦。嗱，咁首先咧，井仔就享受咧由李師傅咁啊幫井仔咧去按嘅正骨啊。咁啊頭先問咗李師傅啦，李師傅咧係有30多年嘅經驗嘅。你這裡胸椎啊有點不好，胸椎啊，這裡8、9節的胸椎有問題。6、7節的那個頸椎低多頭了，看多手機了，那這裡有點酸，這酸吧？很酸哈。我來給你指一下哈。第2節頸椎之後突出，第2節頸椎啊，放鬆，放鬆啊。好，放鬆，吸氣，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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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咁頭先咧，李師傅咧就幫井仔處理咗咧我嘅上半身，咁啊大家都聽到啦。井仔咧就因為由於長期耷低頭用手機咧，咁所以又話有啲頸椎嘅突出啦嚇。咁啊頭先咧師傅嗰啲手法咧撳嗰啲穴位好到位，同埋頭先咧拍嗰幾下之後咧，哇完全係鬆晒啊！咁啊接下來咧我嘅下半身咧就交俾鄭師傅去幫我處理啦。這腰椎第4、5節偏左，現在先疏通經絡腰椎，推點壓，再揉，讓氣血升上來哈，然後再撥筋或者扳筋，撥開。對他這個4、5節偏左有復位，對，拉開這個放鬆，嘴巴吐氣，呼氣啊，呼，放鬆，呼氣，呼氣啊，放鬆。OK， 剛復位過後，揉你下筋，嘴巴呼氣，放鬆，放鬆。OK， 揉肚子啊，打八卦，先米字，
啊，逆时针揉一下，揉肚打八卦，揉肚子打八卦，对腰非常好的啊。腿部防止这个腿麻木疼痛啊，然后先这里对按这腿部在这边足三阳这经络啊，捏捏膝盖点眼，两个手指在这里啊放松揉揉，防治膝盖的这个疼痛症，揉一揉。好，这头筋拨一拨，然后扳一扳这里啊，再扳扳，然后拉伸啊，再拉伸啊 ，OK， 这样慢慢的拉伸一下，然后顺时针晃动，然后好放松，放松，好 ，OK， 然后再把腿提起来，把这条经络膀胱经再拉伸一下，放松，这样慢点放松，放松，拉紧，然后这样放松，顺其自然，然后 OK， 好 OK， 头弄起来，先把手拉开头往后仰，先把两个手拿起来，用膝盖慢慢的滑向腰，这样滑向腰，这样顶一顶放松，放松，放松，顶一下放松，放松，好 OK， 好，对，走动一下，对。哇，咁啊頭先井仔條腰咧交咗俾鄭師傅之後咧，啪啪聲，跟住咧，哇！即刻發現咧，原本嗰啲腰痛咧，全部消失晒，跟住踎低起身咧，比以往快咗好多啊！嗱，好啦，咁啊，依家咧，井仔就去接受埋咧蕭師傅嘅按摩啦。先幫你打開那個開下背哈。有啲少少緊筋，有啲硬塊哈，少少硬塊，有啲堵哈。疲勞肌嗰度咧，同你而家揸鬆嗰啲疲勞肌。我而家幫你撥鬆下嗰啲經絡哈。我啲肩好痛好攰啊！兩條膀胱經同你慢慢放鬆，緩解嗰啲經絡繃得緊個壓力。心腧穴、肺腧穴、肝腧穴。打通肩胛骨，緩解肩周炎。好，左右順時針扭動肩胛骨。
拉伸手臂的经络。缓解肩颈疲劳。手关节。好，放松，放松啊。好，拉松一下这个脖子和颈椎哦，放松，抬头。好，把我们的2条膀胱经带脉都可以拉到了哦，有助于血液循环。好。来，深呼吸，吐气，呼吸。好。嗱，咁井仔咧就享受晒3個師傅嘅按摩啦。嗱，咁究竟價錢係幾多咧？嗱，咁大家要知道咧，正骨同按摩咧係唔一樣嘅。按摩咧係淨係按完就算嘅啫，正骨咧係真係幫你解決個問題嘅。嗱，咁當然啦，亦都係有體驗價98蚊40分鐘。嗱，咁之後咧，正骨拉筋推拿咧198蚊啊，雖然呢度冇寫係60分鐘嘅。咁另外啦，仲有一個加強版啊。如果咧你有嘅問題係比較複雜，例如係話啦富貴包啦，例如係話啦圓肩含胸駝背啊，高低肩長短腳啊，跟住仲有呢啲脊柱側彎啊，係需要去進行一個矯正嘅話咧，嗱，咁呢一個咧就係講緊脊柱側彎盤骨復修298蚊。咁當然啦，雖然冇寫，但係富貴包啊呢啲咧其實都係包含喺入面嘅。咁如果你係有長期痛症嘅困擾啊，或者你發現咧經常按摩，但係有啲地方咧都仲係冤冤緊緊，仲係有啲問題嘅話咧，咁井仔就建議你嚟蓮塘呢一度試下呢一個正骨啦。喺蓮塘口岸過關之後，再喺蓮塘口岸站坐2個站去到蓮塘站 C 出口，咁啊會直接見到國威公寓。國威公寓1樓紅蔭竹道。限時特惠，先到先得，趕快打電話聯絡吧。